观其中爻，校其互卦，以与本卦参，而后可得其故焉。盖图象者，以物视其气数，非一物一名可以尽之，必求其始终，及其变化，而后知气数之所至，与物类之变，性情之分，各得其真，如天也。非谓苍苍其色已耳。知天者，必考日月星辰之行，风云雨露之变，神鬼之德，生物成物之道，而后得天之为天也。